我来到你面前，渴望经历你的爱，我呼求你灵充满我心。主，我需要你，我渴慕你，呼求你的名。主啊，求你来陶造我，炼净我的灵。我愿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你所喜悦的。我不愿效法这世界，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我愿降服在你面前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！感谢神，让我们今天能够在圣经共读与他相遇。今天要一起读的经文是诗篇119篇41到88节。诗篇119篇41到88节，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享受自在的生活。享受自在的生活。让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。119篇41节，上主啊，求你向我显明你的慈爱，求你照你的应许拯救我，我就能够回答侮辱我的人，因为我信靠你的话。求你使我能时时讲述真理，因为我的希望在乎你的法则。我要继续遵行你的法律，直到永远。我要自由自在的生活，因为我遵守你的教导。我要向君王宣讲你的命令，我不以此为耻。我以遵行你的命令为乐，因为我喜爱它。我尊重并喜爱你的诫命，我要思想你的教诲。求你记得你向仆人许下的诺言，因为你的话使我有了希望，甚至在患难中我也受了安慰，因为你的应许赐我新生命。骄傲的人不断侮辱我，我却不曾违背你的法律。我记得你以往给我的教导，上主啊，你的教导使我的安慰。我看见作恶的人背弃你的法律，心里的怒火难以抑制。我在世上寄居，我作诗歌颂赞你的命令。上主啊，我在夜间想起你，我谨守你的法律，遵行你的命令就是我的喜乐。上主啊，你是我所要的一切，我决意遵行你的法律，我一心向你恳求，求你照你的应许怜悯我。我反省自己所走的路，决意转向你的法则。我遵行你的诫命，毫不迟疑。作恶的人用绳索捆着我，我仍然不忘记你的法律。我在半夜起来，颂扬你公义的律例。敬畏你、遵行你法律的人，都是我的朋友。上主啊，地上充满你不变的爱，求你把你的诫命教导我。上主啊，照你的诺言，你一向恩待你的仆人。求你赐给我智慧和知识，因为我相信你的命令。在你惩戒我以前，我常犯过错，但现在我遵守你的话。你多么良善，多么慈爱，求你把你的诫命教导我。狂傲的人造谣攻击我，但我一心遵守你的训诫。他们愚昧无知，我却以你的法律为乐。我所受的责罚与我有益，因为它使我学习你的诫命。你所赐的法律胜过世上千万金银。你创造我，保守我，求你赐给我理解力，学习你的法律。敬畏你的人一看见我就欢喜，因为我信赖你的话。上主啊，我知道你的审判公正，你责罚我，因为你信实。求你照着你对仆人的许诺，用你不变的爱安慰我。
求你怜悯我，使我存活，因为我以你的法律为乐。愿那些诬告我的狂傲人蒙羞。至于我，我要慎思你的律例。愿那些敬畏你的人归向我，认识你法律的人顺从我。愿我一心一意遵守你的诫命，使我不至于失败蒙羞。上主啊，我因渴望你的救恩而疲乏，我的希望在乎你的诺言，我的眼睛因盼望你的应许而昏花。我问，你几时才安慰我呢？我像一个破旧的酒囊，但我没有忘记你的命令。我还得等候多久？你几时才惩罚迫害我的人呢？不遵守你法律的狂傲人挖了坑要陷害我，他们无故迫害我，求你援助我，你的诫命都可靠。他们几乎杀灭了我，但我仍不离弃你的命令。求你赐我新生命，永远爱我，好使我遵行你的法律。阿们。大家平安。想透过今天的经文来跟大家来分享，我们人很常在追求一种生活是自在的、轻省的、没有压力的，或是凡事都能够平安顺利。但现实往往会跟我们期待的有所不同。我们可能会遇到工作越来越繁忙，一直在奔波，我们的人际关系可能会越来越复杂，或是越来越紧张。那我们的心里可能越来越疲累，或是提不起劲。那这个时候我们会想，是不是等这阵子过了，事情少一点了，我就会比较轻松，压力会比较少呢？或是不是等环境变好，我就会更自在，比较自由？但到头来才发现，即使环境变好了，我们的心里还是没有真正的安稳。因为会造成如此的原因，不是只有外在的因素而已，还有更多的是我们生命里面的状态。诗篇119篇41到88节这段经文，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提醒：要能真正享受自在的生活，不是环境改变，而是我们的生命要有根基，而这个根基就是神的诫命、神的话语。让我们从3个方向来认识从神而来的根基，从神而来的话语。好，第一个方向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，自在是来自遵行神的话。45到46节说，我要继续遵守你的法律，直到永远。我要自由自在的生活，因为我遵行你的命令。这2节经文让我们看见，我们常认为的自由，很常跟没有限制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联想在一起。但诗人在这边却说，因为我遵行神的命令，所以我活得自由。这背后有一个神要跟我们很重要的提醒，就是没有真理、没有依据的自由，其实是会造成混乱的。可以想一个例子，如果有一条道路上没有任何交通规则或是号志，大家可以随己意而来往行动，这样看似很自由，没错，但最后可能会造成混乱，发生冲突，甚至危险，因为大家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想过就过，想动就动。所以同样的，如果我们的人生里没有神的话作为我们的标准，作为我们的规则，我们也很有可能会产生许多的混乱、冲突，容易被情绪或人际关系的波动带走，或者很容易被环境影响，或更多的是我们会被世界的价值观牵着走，最后变成我们表面很自由，但我们的内心却没有方向，没有平安，还有喜乐。但当神的话进入到我们的里面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会有依据，使我们知道什么可以做，什么不该做。然后当神的话进入到我们的里面时，我们的选择是有方向的，我们能够信靠神，信靠他会带领我们，信靠他的话语。然后当神的话进入到我们的里面的时候，我们也不容易迷失，我们能够在各样的情况当中依靠主来得胜。
所以感谢神，让我们不再只是凭己意、凭感觉的活，而是知道要有神的根基，才能自在的活。第二个方向，自在是患难当中仍然有盼望。我们从49到64节这段经文可以看见，诗人在信仰当中并不是一切顺利的，但即使如此，诗人能透过遵行神的命令和话语，在这些患难或是人对他的侮辱当中，经历从神而来的盼望。我们可以看见，他是在患难中的，但在50节，他说，在患难中我也受了安慰，因为你的应许赐给我新生命。然后再往下，我们也看见他是被人嘲笑、被人侮辱的，但在52节，诗人说，我记得你以往给我的教导，上主啊，你的教导使我的安慰。这更下面，他是被作恶的人捆绑住的，但在63节他提到，敬畏你、遵行你法律的人都是我的朋友。感谢神，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常常把自在建立在环境上，也许是没有压力我才会平安，没有问题我才会放松，这样我就可以有自在的生活。但神却让我们看见另一条路，环境没有立刻改变，但我们里面可以依靠神的话语，而有力量，而有新的生命。即使我们身处在压力当中，但我们里面可以来寻求神，这时候从神而来的安慰，不被压垮。然后关键不在事情的多或少，压力的有或无，而是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神的话。好，第三个方向，自在是生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。在65到80节当中，神透过诗人的转变，让我们看见神的恩典，还有他的怜悯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中会经历一些不舒服，但其实是神正在调整、修剪我们的生命，能够活出他创造我们的心意。在67节提到，在你惩戒我以前，我常犯过错，但现在我遵守你的话。71节，我所受的责罚与我有益，因为它使我学习你的诫命。我们常常会有一种期待，只要我跟随神了，应该会越来越顺利吧。但实际上，神更看重的是我们的生命是否走在正确的道路上。有时候神可能会允许一些像挫折、责罚或是卡住的、不顺利的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，但这一切神不是要害我们，而是要把我们带回正确的位置，因为他会用他不改变的爱来安慰我们，来帮助我们，而这份爱胜过世上的千万金银。因为真正的自在不是没有不舒服，而是我们知道我现在正走在神的心意里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。谢谢神的提醒，让我们知道要能真正享受自在，不是环境的改变，而是生命有根基，而这个根基就是神的诫命，神的话语。如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章12到13节说，在这根基上，有人用金银或宝石建造，也有人用木料、草和秸建造。到了审判的日子，每一个人的工程好坏都会显露出来，因为大火将显露并试验每一个人的工程，使那真的品质出现。这段经文帮助我们思想，我们每一天都在建造我们的生命，这当中我们怎么做决定，怎么面对压力，怎样回应人，甚至我们怎么回应神，都在一点一滴的建造我们的生命。但关键不是有没有建造，而是我们是用什么在建造，是凭自己的感觉吗？还是跟着环境走？还是用了神的话作为我们的根基？在诗篇119篇告诉我们，当一个人愿意让神的话进入到生命里，不只是听，而是去遵行，去依靠，那我们就会经历我们的生命会有方向，还有依据的。我们的生命即使在患难当中仍然有盼望，
在不确定当中仍然被神调整而走到正确的道路上，因为这样的生命就如同用金银宝石建造，是经得起考验的。好，各位家人们，也许我们今天还看不太出来太大的差别，但长久下来，生命的品质一定会彰显，一定会显明的。我们可以从今天开始做一个简单的决定，在每一天的生活中，我们多用一点神的话语来作为我们的选择，成为我们的根基，使我们能够经历从神而来真正的平安还有自在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感谢你透过你的话再次提醒我们，真正的自在不是环境，而是来自于你。主啊，我们承认很多时候我们习惯自己做选择，也常常被情绪、压力或是环境来影响，让我们的心变得不安，变得混乱。求你帮助我们，让你的话语更多进入到我们的生命，成为我们的方向，成为我们的根基。主啊，在每一天的生活中，无论大事还有小事，都提醒我们要转向你，学习用你的眼光来看事情，用顺服的心来回应你的带领。也求你带给我们一颗渴慕你的心，不只是听你的话，更是喜爱你的话，让我们的生命一点一滴被你建造，使我们在压力当中仍有平安，在不确定当中仍有方向，真实经历从你而来的自在与安稳。谢谢主，我们以上感谢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谢谢大家。